想問下大家睇過《西遊記》原著嘅朋友有幾多啊？我發現咧好多朋友啊，連三隻犀牛精死得好慘都唔知噶噃，因為電視劇係冇拍佢哋被殺噶嘛。再一次提醒下，原著同電視劇係完全唔同嘅。電視係童話故事，原著係諷刺小說，非常之黑暗嘅。上集講到啊，犀牛精呢一回咧，其實仲隱藏咗觀音嘅秘密。追更朋友點個讚，我先有動力更落去噶嘛。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犀牛精呢一回嘅故事啊結束咗啦。老君、玉帝、如來三方達到咗另外一個合作嘅平衡點。本集要解開一個好多朋友嘅疑問啊，就係點解3隻千年嘅犀牛精竟然會完全唔知道取經團隊嘅消息嘅呢？淨係靠太上老君真係可以喺西方如來嘅地方將如來嘅消息封鎖得咁好咩？所以上集嘅結尾我提到，老君之所以可以封鎖住如來嘅消息，係因為呢幾百年嚟，老君同觀音有合作，有觀音嘅暗中幫手封鎖住如來嘅消息。大家睇咗解密咁耐啊，應該知道觀音背後係隱藏住好多秘密嘅。首先，點解我推理金平府犀牛精呢一回嘅背後，老君有觀音嘅暗中幫手呢？證據喺邊度啊？大家回憶一下通天河鯉魚精嗰回啊，無獨有偶，觀音蓮花池嘅鯉魚精佢亦都係唔認得孫悟空噶噃，大家記得嘛？第49回，孫悟空三兄弟打鯉魚精，鯉魚精完全唔認得孫悟空三兄弟，仲係如來嘅臥底貴魚精話俾鯉魚精知道孫悟空嘅來歷。但係鯉魚精又知道唐僧肉可以長生嘅消息，但偏偏又唔知道唐僧3個徒弟嘅消息。點解啊？咪就係因為佢嘅主人觀音封鎖咗消息咯。大家回憶下前面解密，通天河係觀音嘅長生實驗基地，同老君合作。通天河係老君女兒國嘅保護屏障啊嘛。當時通天河嘅實驗基地存在9年。當時觀音咧係想鯉魚精真係殺唐僧，破壞如來嘅取經團隊嘅，所以當時觀音用嘅手段就係放消息俾鯉魚精知唐僧肉可以長生，但係就封鎖咗孫悟空三兄弟嘅消息，唔俾鯉魚精知道孫悟空嘅來歷。因為如果鯉魚精預先知道孫悟空咁勁啊，佢仲邊度夠膽執行觀音嘅任務啊？我哋類比金平府3隻犀牛精，又係完全唔知道取經團隊嘅消息嘅，咁咪就係觀音慣用嘅手段咯，幫太上老君封鎖如來取經團隊嘅消息。證據就係金平府慈雲寺。慈雲喺白老鼠精嗰回咧係有提到慈航共發雲，觀音就係上古道家出身嘅慈航真人，呢間寺廟嘅名就暗示咗慈雲寺曾經係觀音嘅寺廟。有一個證據啊，慈雲寺嘅和尚非常之清楚知道天竺國嘅都城離金平府係2000里，但係西去到靈山，佢哋就未行過，唔知道有幾多路程。點解慈雲寺嘅和尚從來未去過靈山呢？因為觀音背後控制住慈雲寺，禁止呢度嘅和尚接近靈山，所以嗰班和尚咪行都未行過咯。再睇下金平府呢個名啊，諧音就係金平，金錢嘅金，淨平嘅平，金就係金錢。平咧就暗示咗嗰啲香油嘅油缸啊嘛，呢個地方名嘅諧音啊，就已經暗示咗老君同觀音合作啦。1000年嚟收老百姓嘅香油，老君煉丹係需要金錢噶嘛，觀音咧又係研究淨瓶嘅專家，呢個就係《西遊記》行文邏輯嘅文字梗啦。我哋再進一步聯繫前邊解密講過，1000年前，真菩提祖師被太上老君率領眾神殺死，太上老君化胡為佛，派咗青牛精嘅後代3隻犀牛精嚟到金平府假扮佛像收香油，叫佛家孭咗1000年嘅鑊。大家思考下，3隻犀牛精假扮嘅3個佛像係邊3個佛像呢？我哋可以大膽推理，就係1000年前老君化胡為佛之後，佛家嘅3個代表人物。東方佛家嘅觀音，西方佛家嘅如來，仲有太上老君所指派嘅佛祖，即係東來佛祖彌勒佛。
1000年後嘅今日，局勢係完全變化啦。彌勒佛同觀音先後喺小西天同無底洞兩站投降咗如來，如來一統咗東西兩方嘅佛家，呢個就係如來手上而家最大嘅籌碼啦。如來成為西方霸主已經成為事實，東方佛家真正嘅大佬七佛之師觀音投降咗如來。太上老君已經知道冇辦法阻止到如來嘅崛起啦，所以道家咧就只可以選擇同佛家合作啦，唔可以再同佛家對抗，因為利益行頭，一直咁對抗落去對大家冇好處噶嘛。前面解密講過啦，觀音參與過上古嘅大禹治水，佢慈航真人嘅身份源於道家，佢係水系嘅大神。觀音某程度上係控制住《西遊記》世界嘅水族噶嘛，而家佢投降如來，咁咪即係話某程度上《西遊記》世界嘅水族而家就歸晒如來所管轄啦噃。咁你話如來而家係咪越嚟越多本錢呢？上集最後啊，我提到一個問題，點解道家同埋佛家都咁重視觀音？觀音1000年嚟究竟有啲咩強大嘅本錢？嗱，要解答呢個問題呢，我哋就要從觀音係水系大神嘅角度去揾證據啦。大家回憶下，觀音最慣用嘅法術係乜嘢？一個係淨瓶楊柳，另外一個就係蓮花。嗱，蓮花就係解密嘅重點啦。大家回憶下，觀音幾時用過蓮花嘅法術？第8回，觀音奉旨上長安，木叉同豬八戒交戰，觀音喺半空中拋下蓮花，隔開咗佢哋兩個嘅兵器。再回憶第19回，觀音假扮烏巢禪師教唐僧觀音心經，嗰陣時佢仲取笑孫悟空，惹到孫悟空大怒，用鐵棒向上懟烏巢禪師個竇口，只見蓮花生萬朵，長霧護千層，又係觀音用蓮花法術嘅地方。再嚟睇最明顯嘅一個情節，第49回嘅通天河，李宇貞介紹自己嘅武器，仲有觀音介紹李宇貞嘅武器係用觀音蓮花池入邊嘅荷花製造而成嘅。觀音係水系大神，用荷花製造兵器嘅技術非常之成熟。嗱，我哋再大膽推理，《西遊記》世界只有觀音落迦山蓮花池入邊嘅荷花，先至可以製造到神兵利器。觀音1000年前從道家轉成佛家，佢係佛道兼修嘅大神。呢度我哋要對比一個人，就係上古三清四帝之一嘅太乙救苦天尊，即係九頭獅子九靈元聖嘅主人啊。前面解密講過，佢而家係太上老君嘅心腹。咁大家留意啦，太乙救苦天尊個名入邊係有救苦兩個字噶噃。觀音嘅全名叫乜嘢啊？大家回憶下，觀音嘅全名叫做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都係有救苦兩個字噶噃。我哋就對比下觀音同埋救苦天尊呢兩個人。觀音同救苦天尊咧都非常之有錢噶噃。大家記唔記得觀音落迦山朝陰洞嘅地板啊，係用嗰啲好名貴嘅海龜嘅龜殼玳瑁嚟鋪噶嘛？救苦天尊咧亦都通過九靈元聖向玉華苑斂財，兩條友都好有錢嘅。《西遊記》係明朝嘅諷刺小說，但凡個名入邊帶有救苦兩個字嘅神仙咧都好有錢噶噃。諷刺咗啲乜嘢？即係話救苦救難從來都唔係無常嘅，有錢先會救你啊，冇錢揾鬼睬你啊！呢個咪就係諷刺嘅心意咯。嗱，呢個係題外話。其實我想講嘅係點解太上老君會喺道家入邊安排一個太乙救苦天尊嘅職位嘅呢？我哋大膽推測，上古時候觀音係道家嘅慈航真人，佢喺道家嘅地位就相當於而家嘅太乙救苦天尊。但係觀音跳咗槽啊嘛，佢從修道變成修佛，道家冇咗慈航真人啦，咁老君呢就安排咗一個太乙救苦天尊。太乙救苦天尊某程度上啊，就相當於道家入邊嘅觀音咯。嗱，證據喺邊度啊？大家睇下第90回，孫悟空去東天門揾太乙救苦天尊，只見天尊高坐9色蓮花座。佢一個道家嘅大神，同觀音一樣係坐蓮花座噶喎。唔單止個名同觀音一樣啊，有救苦兩個字好相似，就連配置蓮花座都咁相似噃。大家再揾下成本《西遊記》原著啊，道家坐蓮台嘅大神呢，好似就只有救苦天尊一個啫噃。
大家再留意第77回，如來佛祖嘅蓮花台叫做九品寶蓮台。太乙救苦天尊坐九色蓮花座，如來坐九品寶蓮台。通天河觀音介紹李汝貞嘅武器叫做九反銅錘，全部都有個九字嘅。咁我哋又可以推理啦，《西遊記》世界所有神仙嘅蓮台都係來源於觀音落家山嘅蓮花池。觀音點解會咁有錢啊？因為觀音有做蓮台生意，觀音係蓮台嘅供應商啊！大家記得嘛？《西遊記》世界嘅觀音同老君都係科技達人，佢哋製造咗好多法寶㗎。觀音專門研究淨瓶瓷器同埋蓮花蓮台，呢個亦都符合觀音七佛之師嘅身份，亦係觀音喺三界可以擁有咁高地位嘅其中一個原因啦。大家有冇發現啊？《西遊記》原著嗰啲大神啊，個個都好識做生意㗎噃，所以大家而家話觀音投降咗如來。咁觀音嘅生意而家就歸屬於如來嘅靈山總公司啦。你話如來而家擁有嘅本錢係咪越嚟越多啊？所以太上老君嘅道家就不得不同佛家合作啦。關於觀音呢個水系大神嘅秘密咧，係未講完嘅，後邊仲有㗎吓。好啦，言歸正傳，金平府1000年嚟原本係老君連同觀音合作收燈油嘅地方，再由老君發放香油俾西方嘅如來，而且咧要犀牛精假扮佛像，相當於叫佛家孭咗成1000年嘅鑊。而家犀牛精俾如來嘅取經團隊搞掂咗啦，三方大佬咧就將所有嘅責任都推喺犀牛精身上。話說犀牛精俾豬八戒用戒刀斬頭嚟殺死嘅，老朱用佛家嘅戒刀嚟殺犀牛精滅口。用戒刀有咩心意啊？就係對外嘅官方聲明咯。犀牛精詆毀佛家聲譽，被佛家殺死。其實老朱係幫太上老君滅口，想投降佛家嘅犀牛精。孫悟空本來係唔想殺犀牛精嘅，要求活捉，但係孫悟空根本就保唔住犀牛精。豬八戒呢招就好高明啦，用戒刀殺犀牛精，明面上咧就幫佛家澄清咗1000年收燈油呢件事係妖怪做嘅，但係暗中咧其實係幫道家滅口。大家再留意一個細節，孫悟空自己攞咗一隻犀牛角，話去靈山要獻俾如來。但係事實上，最後孫悟空係冇俾到如來噶噃，佢自己獨吞咗。呢度就證明咗犀牛精嘅後台一定係道家，唔會係佛家。因為如果係佛家嘅妖怪，孫悟空絕對唔夠膽私藏公家財物噶。而今次孫悟空夠膽獨吞犀牛角，咁咪相當於攞咗份額外嘅獎金咯。嗱，老孫而家都係職場老油條嚟噶噃，越嚟越醒目啦吓。唐僧師徒喺金平府逗留咗個幾月，240家燈油大戶輪流請唐僧師徒食飯。唐僧為咗趕路啊，凌晨5更天就出發。豬八戒仲未瞓醒，抹抹面話：又係師父呢個長老冇正經啊！240家燈油大戶都請，我哋先食咗30幾餐飯啫，點解又要老豬挨餓啊？唐僧聽咗即刻就鬧豬八戒啦！你呢個懵佬啊，咪亂講啊！快啲起身，如果再嘴硬，我叫悟空攞金箍棒打牙！豬八戒聽咗師父要打佢啊，即刻慌晒手腳啦！師父點解而家變咗嘅？你以前好錫我愛我，念我蠢啊，又維護我，大佬要打我嗰陣時啊，你仲勸解噶？點解今日突然間話要打我啊？孫悟空就話啦：師父怪你為食誤咗路程啊，快啲執嘢啦，免打！嗱，唐僧今次鬧豬八戒係有原因噶。大家諗下啦，唐僧行咗14年啦，本站見到豬八戒殺犀牛精啊，唐僧都明白啦，豬八戒係代表道家執行任務，嗱，夾硬啊逗留1個幾月，耽誤晒啲行程，唐僧梗係唔爽啦，所以咪發嬲咯。嗱，老豬係都要逗留個幾月，仲有一個暗示嘅，就係道家雖然同佛家瓜分咗利益合作，但係道家從呢一刻開始咧，就決定要限制如來傳教啦，唔可以俾佛家再進一步壯大啦。所以老豬咪拖得就拖咯，橫掂有咁多人請佢食飯。好啦，唐僧師徒而家繼續上路，終於要嚟到天竺國啦噃。唐僧最後一次被結婚飲喜酒，就係喺天竺國。廣寒宮嘅玉兔精準備出場啦！玉兔身上又隱藏住幾多秘密呢？原著仲有幾多情節係電視劇冇拍嘅呢？下回分解。